一邊嘅電線有 I， 跟住喺嗰個外加磁場入邊咁啊有 F 啦。咁我哋睇下另一啲特別啲嘅情況啦。咁大家都要有印象呢啲情況啊。242頁好，242頁咁啊講兩條平行嘅導線有電流嘅時候，咁咧究竟會令到呢兩條電線之間產生一個咩力咧？咁其實都係用翻咩啊？用翻頭先呢個 FBI。好啦，我要拆咗佢啦呢個。OK 嗱，我哋睇住呢隻手啦。咁啊，首先第一個情況就係咁嘅。好，有兩條嘅導線。如果呢兩條導線個電流方向係相反，我哋就跟住輸呢一個先。大家嘅左手試下擺咯喎，擺到未啊？左手 P 嗰條導線，你左手點擺啊？好啦，我有個問題先，點解你哋可以擺到嘅隻左手？外加磁場喺邊啊？邊度有外加磁場啊？請問？冇喎，呢度都冇磁場。咁你哋擺緊啲乜嘢啊？我成明你擺緊啲乜嘢啊？冇磁場，你擺咩啊？擺緊啲咩啊？你哋？玩嘅啫嘛，係咪？都未有磁場擺咩咧？好啦，首先第一件事我要揾翻個外加磁場喺邊度先。好啦，我哋睇 P 呢條電線。請問對於 P 呢條電線有啲乜嘢喺附近產生緊個磁場？對於 P 呢條電線有咩喺附近係產生緊磁場啊？冇磁鐵喺附近喎，冇磁鐵喎，冇磁鐵邊有磁場啊？有冇磁場？不過佢隔離有電流，有電流就會產生磁場啊嘛，記唔記得啊？有電流就會產生磁場。好啦，咁即係話呢個 Q 係產生緊一個磁場喎，佢個磁場係咩方向㗎？用翻隻啱用嘅手，有電流，我想揾磁場應該係用乜嘢啊？右手係啦，用個 good 啊，右手俾 like， 右手俾 like， 嗱一步一步嚟，右手俾 like， 幫我睇下 Q 呢個電流，手指公係 Q 嘅電流 ，Q 產生緊嘅磁場喺 P 嘅位置係唔係指出頁面啊？明唔明？P 手指Q 嗰個手指公向上，4隻手指轉到去左手邊，係咪指出頁面啊？而家咪指出緊頁面啊？得唔得？即係呢度係指出頁面 ，OK 嘛？好啦，呢度有指出頁面，我哋用翻左手咯喎，有一個外加磁場啦。Q 產生嘅磁場對於佢嚟講就係外加㗎嘛。食指指出，中指向下。請問作用於 P 嘅力係向邊？盧海泉，你嘅左手同呢個題目係完全無關嘅，你擺緊咩啊？唔係咁咩？電流向下。而家我擺咗喺左手喺度啦，作用於 P 嗰個磁力應該係向左嘅，得唔得？嚟多次。喂，聽住啊，唔明嗰啲聽住啊。首先，我而家睇 Q 產生嘅磁場係用右手握住定執。電流係手指公向上
4隻手指轉到去 Q 嘅左手邊係咪指出頁面？磁場係指出頁面，磁場係指出頁面。跟住去 P 嗰度用左手，磁場指出頁面，電流向下，手指公向左，磁力向左，得唔得？記唔記到？好，跟住我邀請何曉晴出嚟揾 Q 嗰個磁力出嚟，係啦。有咩步驟要做？頭先揾咗 P 作用於 P 嘅磁力係向左嘅，好啦，而家要揾作用於 Q 嘅磁力係向邊度啦？第一個問題係咩話？冇咗咩啊？而家冇磁場，而家要揾翻個磁場究竟喺邊？係啊，對於 Q 嚟講，邊個產生嘅磁場叫做外加磁場 ？P 產生嘅磁場 ，OK，P 產生嘅乜嘢磁場？哇！你隻咩手嚟嘅？我哋左手有做過呢個嘅，右手啊，右手握拳 ，OK， 右手握拳，所以磁場係咁轉嘅，即係話嚟到 Q 呢個位，磁場係點啊？指出 ，OK， 嚟到 Q 呢個位，磁場係指出頁面，跟住擺左手啦，左手。然後電流要向上。OK， 擺唔擺到？係啦，咁樣。所以作用於 Q 嗰個力係向邊啊？向上。咁樣擺喎，而家何曉晴擺緊嗰隻手喎，向右係咪向右啊？手指公向右，得唔得？擺唔擺到 ？OK， 呢台擺到。擺到。盧海泉都係擺唔到。有冇人仲未明啊？未明舉手。OK， 嚟多次。明咗嘅諗下下一個情況啊。好，嚟多次。好，而家我用藍色筆，我係考慮緊 P 呢條電線 ，P 嘅電線。P 嘅電線已經有電流啦嘛，電流向下嘅，得唔得 ？OK。P 嘅電線電流向下，跟住第二個問題，對於 P 嘅電線個外加磁場喺邊度？個外加磁場係邊個產生緊啊 ？Q 產生緊一個外加磁場，咁所以我係需要諗 Q 產生嘅磁場係點嘅 ？Q 產生嘅磁場係指出頁面。呢個係指出頁面，所以而家我考慮 P 咧，我就有 B 有 I 啊，有 B 有 I 用左手，有 B 有 I 咁樣 ，OK。所以嗰個力咧就係向左嘅。
跟住去到 Q 嗰條電線，同樣嘅諗法就係我已經有 I 啦，我要知道個外加磁場係咩方向。對於 Q 嚟講咧，所有其他嘢產生嘅磁場就係外加磁場，即係我要諗 P 究竟產生緊乜嘢磁場 ？P 係電流向下轉，所以喺 Q 呢個位都係指出頁面嘅磁場。我係第一個。我今日唔使搞。有人增加。我講得好快啊！我講咗2分鐘。然後左手擺 FBI， 係啊。左手擺 FBI， 咁樣。但你要 show 個 business 手指公咧磁力係向右嘅，我哋呢個最尾個力係。你買咩好喝啊？紅色的。我哋係向右。在呢場好啦，嗱總結一下先，所以呢度兩條導線個電流方向相反㗎嘛，而家電流方向相反，佢哋之間就會有一個排斥嘅力，即係呢兩條電線係想彈開嘅排斥。OK， 咁跟住本書下面嗰個情況就係相同方向嘅電流啦，咁就係其中一個電線嘅電流轉咗，咁你個諗法一樣嘅，你首先揾咗磁場，佢產生緊一個咩磁場，跟住再用 FBI， 咁你就發覺嗰個力咧係互相吸引嘅。OK。我哋呢度個電腦啦，筆就係個香港，我哋就落。咁就咁樣啦嘛，佢整嘅磁場。呢個嘅磁場整落去到係咁樣。呢個整落去。就我哋自己。好的時候這個。沒有，那是書下面的。這個不應該有差別。嗱，佢呢個係香港。係咪？咁佢電流係點樣？哇！真係搞唔明。咁佢俾嘅力就係咁樣。你哋明唔明？有冇人記住咗？考試嗰陣我係用好多手指。係啊。唔係右手，左手啊！冇諗到咪就係右手咋？係啊係啊，咁呢個咪用指出，佢呢個黐落去啦，指出。然之後呢個咁樣。今次考試有冇就咁樣我覺得似。你快啲諗明佢啊，唔好放棄啊！我哋出去掛科好啦，咁242頁咧，呢度有個黃色 box 嘅。好啦，靜下。嗱呢個呢度就寫住咗相反方向嘅電流就會互相排斥，相同方向嘅電流就會互相吸引。咁咧我就唔建議大家背嘅，我自己都係每一次用翻右手左手再諗翻個方向出嚟嘅。點解我唔建議大家背咧？因為背唔到咁多嘢啦，係咪？第二就係應該係你明白咗個道理咧，我任何情況你都可以諗得到究竟個力係點嘅。
如果你齋背嘅話咧，你咪淨係得呢兩種情況咯。如果我再加多一條電線俾你，咁你就唔知點做㗎喎，係咪？但係如果你明白咗背後嗰個道理，咩叫做外加磁場啊？就係除咗自己之外，其他所有嘢產生嘅磁場都係外加磁場。咁我俾3條電線你，4條電線你，你都識諗啦，係咪？咁多個情況你都識諗啦。好，咁啊，跟住，如果你要計個力嘅話咧，如果你要計個力嘅話咧，就呢條式。嗱，都係睇一睇條式同乜嘢成正比。喂，大家係咪跟㗎？係咪睇緊呢度？其他啲。嗱，條式咧講緊呢個作用於個導線上面嘅力，同咩成正比啊？大家睇下 P 嘅電流，即係第一條電線嘅電流，電流越大，點解個力會大咗啊？電流越大，點解個力會大咗嘅？電流大咗，電流大咗。咁對於佢自己嚟講，佢電流大咗，個力就大咗。對於 Q 嚟講咧，佢嘅電流大咗，即係佢產生嘅磁場都強咗啊嘛。咁一個強啲嘅磁場作用喺個 Q 嗰度嘅 Q 嘅力都大咗，咁所以都好合理啦。即係調翻轉 Q 嘅電流大咗一樣啦，自己個力會大咗，佢產生嘅磁場亦都強咗，所以對於 P 嚟講個力就大咗。咁喺分母有咩啊？就係個距離啦。呢兩條電線個距離越遠嘅話，個力應該係越少，係啦。距離越遠，個力就越細，所以呢個 R 一定係分母嘅。咁啊，之前學嗰啲力咧，咪有個叫做平方反比嘅性質㗎嘛，距離嘅平方啊嘛。今次呢個冇平方，有冇人答到我分母呢條式係計咩㗎？2πr 係計緊咩㗎？圓周係啦，2πr 係個圓周。點解係圓周？因為今次呢啲長直導線，佢產生嘅我呢啲圓形咧，就係一個橫切面，一個橫切面係一個圓形，佢其實係一個筒嚟㗎嘛。你個磁場係一個圓筒嚟嘅。咁每一層都係咁嘅情況，所以我就計其中一層嘅話咧，佢就係一個圓周嚟嘅。所以呢度係2πr。好，試下第2條啦。244頁第2條，俾咗個圖你啦。相反方向嘅電流，一個係2A，一個係5A。第2條有2條相反方向嘅電流嘅電線，我條式係咁嘅。呢個 μ0係常數嚟嘅，μ0係常數 ，R 係2條電線之間嘅距離。OK， 嗱，睇數學公式可以睇到究竟會唔會其中一個力係大過另一個力嘅 ，y 小於 x 嘅力會唔會係大於 x 小於 y 嘅力？好啦，我哋睇咯喎。
對於 x 嚟講，我點樣計個力啊？我要計晒 I 1 I 2噶嘛，即係我分子度係2乘5啊嘛，分子係2乘5。OK， 對於 y 嚟講，我要計晒佢自己嘅電流同埋人哋嘅電流，即係對於 y 嚟講係5乘2。咁我乘出嚟嘅數咪一樣嘅應該，乘5乘2係咪？咁應該唔會有一個大啲啦。好，除咗數學嘅方法，除咗睇公式之外，另外就係大家喺力學嗰度學過呢一樣嘢嘅。作用力反作用力對，我哋講咧力就係一對一對咁出現嘅。我打你一拳，我施於你嘅力係等於你施於我嘅力嘅。咁呢度兩條電線一樣啦。第一條電線施於第二條電線嘅力係等於第二條電線施於第一條電線嘅力，不過個方向相反。所以呢一啲力咧，全部都係作用力反作用力對嚟嘅。呢個都可以解釋到。前面嘅呢一個 point 都可以解釋到頭先呢一條。得唔得？有冇筆記要寫低？你哋有冇筆記要寫低？做物理嗰啲題目成日都係清到啲 concept 嘅，你自己要寫低啲筆記啦。頭先呢個用咗兩種方法去解釋。你想學得好咧，你就要用唔同嘅方法去試下解釋同一個題目。頭先第一個方法係咩啊？講多次啊！我講多次啊！你諗下點樣 mark 低啲筆記啊？第一個方法用公式去睇，用公式去睇，我無論計 x 計 y 我都係做緊2乘5嘅，係咪？呢個係 I 1，咁呢個就 I 2啦。如果呢個係 I 1，呢個就 I 2啦。咁我條式入邊就係呢兩個相乘啊嘛，乘出嚟一定一樣嘅。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就係前面頭先我 highlight 咗嗰個，呢啲力係作用力反作用力對，所以佢哋個大細一個量值應該係一樣嘅。自己筆低啲筆記咯喎，一條題目用咗2個解釋啦。跟住 B part 一係咧你就背咗佢，有冇人已經背咗啦？相反嘅電流嘅電線係吸引定排斥？係排斥，係啦。如果你背咗就排斥，咁已經就判斷到 C 於 X 嘅磁力係向左嘅，即係佢要離開個 Y 啊嘛。排斥即係話佢要離開對方啊嘛。X 係想離開個 Y，所以係向左，係啱嘅。不過咧，我唔係背嘅，我要諗一次 C 於 X 嘅磁力，即係話有咩對於 X 嚟講係外加磁場咧，係 Y 整出嚟嘅磁場。我要諗 Y 嘅磁場 ，Y 嘅磁場喺佢嘅左手邊係交叉嚟嘅。呢個係 Y 嘅磁場係交叉，跟住再用左手 FCI，B 係指入 ，I 係向上。咁我嘅手指公咧就係向左嘅磁力啦。所以係啱嘅，向左嘅磁力。
呢個就係點解叫你唔好背啦。3條電線點搞？如果你背嘅話咧，就你企咗喺度啦，應該知點做啦。好啦，即係呢啲同學係背嘅，咁我而家教你點樣逐條諗啦。OK， 而家咧佢俾咗嘅 F 咧係作用於 Y 嘅力，作用於 Y 嘅力。OK， 作用於 Y 嘅力，咁我就要諗，即係話 X 同 Z 產生嘅磁場係外加磁場。咁啊，我哋判斷咗 X 同 Z 喺 Y 呢個位置產生嘅磁場先。X 嗰個啊，手指公向上轉，喺 X 嘅右邊磁場係指入頁面嘅，喺 X 嘅右邊磁場指入頁面，所以呢度係有啲交叉。跟住 set 整出嚟嘅磁場 ，set 整出嚟嘅磁場咧，右手手指公向下，電流向下，4隻手指喺佢左手邊都係指入頁面，都係交叉。今次呢啲交叉要大啲添喎，點解？代表佢哋嘅磁場係強啲。好啦，兩個磁場都係指入頁面，即係大家都係幫緊手啦，冇嘢抵消咗嘅，大家都係疊加上去，咁啊用埋左手 FBI 指入 I 向上 ，F 向左。最後呢一條有咩令到個磁力喺個 Y 嗰度啊？就係 X 會施力俾佢 ，Z 都會施力俾佢，大家個力都係向左嘅喎，同一個方向㗎嘛啲磁場 ，OK， 同一個方向，所以點樣解釋？好啦，所以點樣解釋啊？我呢個 F 咧，呢個 F 係咩嚟㗎？呢個 F 應該係有兩部分加埋一齊。第一部分就係 X 施於 Y 嘅力，第二部分就係 Z 施於 Y 嘅力。兩個加埋一齊，兩個都係向左啊嘛，兩個加埋一齊先至係個合磁力。合磁力即係有多過一個力加埋一齊啦。咁就係呢兩樣嘢啦。咁呢兩個力加埋一齊先係 F 啊嘛，咁 F 冇理由會少過其中一個嘅。好啦，咁啊，再總結一次啦。今日做嘅呢啲題目，第一件事，你要判斷乜嘢叫做外加磁場。
總之一定唔係自己產生嗰個磁場。總之有其他嘅電線、其他嘅磁鐵，嗰啲就係外加磁場啦。OK， 你要揾到外加磁場咧，跟住先至揾齊個 I 同埋 B 嘅，一定要齊咗呢兩樣嘢，先至可以用隻左手揾個 F。好，考試呢一本書係考到第6課嘅，1至6，呢本書1至6，跟住另外仲有今年教多啲嘢，我要同你温書㗎啦。OK。